料理精致讲究，和传统客家菜不太相同。掌店的年轻老板詹乔芬是半个客家子弟，把熟悉的家乡菜带出新风味。吃这个姜丝大肠的话，其实也会让你回想到以前在苗栗在外婆家的那种景象。父母原本经营传统餐厅，詹乔芬从老店的转型困境看见新商机，融合中西日式口味，要求之严谨，曾吓跑不少厨师。他们认为说过猫就是这样子炒，为什么要弄成这样？捏成一球一球的太麻烦了，在出餐的时候会那个手续很繁复啊。要求不准抽烟，不准喝酒，吃槟榔。员工眼中的龟毛老板，成功的背后有着一段浪子回头的辛酸。放逐自己，放逐很长一段时间，到看守所去看我，他们眼泪流下来，我就觉得。体会父母的期待，詹乔芬重新瞩目个性。昔日的叛逆少年，短短5年拓展3家店，改良客家菜肴，也成功让自己蜕变。凶司马街，凶司马街，这是一种说法，对，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说，凶司马街，马街也可以，凶司马街。你想吃什么？凶司马街，凶司马街。